我哋今次旅程由香港直飛嚟到呼倫貝爾市，然後上去阿爾古納，去到根河市，然後過返嚟滿洲里市跟住再落去阿爾山，就呢度啦，差唔多6個鐘頭坐咗車，揸返車過去呼倫貝爾市要4個幾鐘我哋嚟到阿爾山，入住呢間萬豪酒店喺滿洲里開車6個鐘嚟到呢個阿爾山，喺呢個酒店住2晚。喺阿爾山嚟呢個布魯克冰煮羊開餐安達，我哋食冰煮羊。呢個就羊肉餃、羊肉片、串燒。呢個係阿爾山雪村現時係32度，好凍好凍。喺酒店對出地質博物館站呢個雪地嗰度玩潑水成冰。行出一條雪路開嗰對鞋11點鐘嚟到北凍河睇下見唔見到啲牛啦。北凍河網紅牛有一批嚟咗啦。好，跟住佢先。一字排開飲水好凍好凍影唔得耐呢隻牛喺度做咩呢？你唔凍㗎？啲朋友上手岸啦喎！
嚟到阿爾山北洞河玩漂流，成個漂流全程5公里啊，45分鐘。哦，上艇啦！我一個人獨自爬一隻艇。包車遊包含滑雪或者漂流，我們就選擇漂流，希望可以河中親親流口。好，上岸。好，收工。漂流完畢，完成咗北洞河漂流，可以放飯啦。食完個午飯啦，嚟北洞河附近嘅藍屋子打卡。呢度就係阿爾山嘅5里泉。
今日離開阿爾山，出返去海拉爾。聽日咧就坐直航機返香港。而家嚟呢個阿爾山車站打卡，跟住過去玫瑰峰，遇見彩虹。喺阿爾山車站開車接近30分鐘嚟到呢個玫瑰峰啊！入場每人20蚊，上去來回40分鐘，就有200多級台階啊！好，而家有人上200多級樓梯啊！到頂未？呢段路好滑啊，因為好斜，好在有欄杆扶住。喂！上到嚟第2個平台啊！下邊嘅停車場，我哋泊咗架車喺度。好，而家落返去啦。哇，好快喎！上得好快喎！慳水慳力啊！哇，好快好快，好快啊！哦，搞掂！上面嗰橛扶住鐵欄啊，先至落。而家嚟到呢一段咧，就可以行返樓梯啦。下邊有個馬車啊嘅擺設。舊石嗰度刻咗玫瑰峰3個字。好，而家開車出去海拉爾啦。開車出去嘅車程啊，都要4個多小時啊！我哋今次呼倫貝爾7日6夜包車遊，今日結束啦。我哋自行喺呢間亞盛文化酒店住1晚，聽日離開，飛返香港。今晚入住呢個家庭房啊，一張雙人床，一張單人床。呢度有個偏廳，哦，洗手間嚟嘅。有個好市正嘅 dream room。喺海拉爾嚟山河豚食鐵鍋燉。呢個燒鵝鐵鍋燉燉咗40分鐘。喺酒店行出嚟咧，就係呢個文化長廊。對出呢條伊敏河啊，但係而家結晒冰。
今天可以食翻個豐富嘅早餐啦！這個就係呼倫貝爾布里亞特包，哇！個包好 juicy 啊，流啲汁落嚟。早上嘅伊敏河啊，對出就係中央橋啊，對出呢條就係勝利大街啦。凍冰冰，主要揾啲室內活動嚟呢個呼倫貝爾歷史博物館參觀。呢個歷史博物館係免費入場嘅。喺30萬年前至到1萬年前啊，啲萬馬像就喺呼倫貝爾出現。嚟到呢個成吉思汗廣場打卡，黃昏時分喺呼倫貝爾可拉爾機場搭直航機返香港。